来这里是民众党的发言人林祖武，昨暝10点外，离碧潭的西花，因为不明的原因栽落水，事后是家己收上花，送上病院来治疗。民众党的党主席郭文铁专工到病院甲看。林祖武透早伫伊的 IG 打出着病床的相片，讲暗时行路爱小心，嘛请大家唔免甲担心。伊讲伊有栽落水，真单纯，就是无注意到路面澹澹骨骨，而且大家莫猜测。倒伫病床顶赶紧报平安，写讲暗时行路爱细致，避免发生意外，爱大家免烦恼。伊是民众党发言人林祖武，因为伊人无细致，跋落去碧潭，互人送去病院。我拉上来后，我问完他要不要叫救护车，他说好。半暝顺路发现有人伫喊林祖武的名，后来保全伫西花天高圳的码头发现讲，敢若是林祖武的手机的光点甲人影，随去甲斗相共。就靠着抓着那个船，然后浮在水面上这样。新店碧潭的保全人员讲起着解救林祖武的经过，警察人员到现场了后，嘛随家送去新店的精神病院治疗。这个代志嘛惊动民众党主席郭文铁，伊嘛赶去病院甲看。林祖武佫伫 IG 写出伊落落水的过程，讲真单纯，是无注意到这个平台骨骨，致使讲意外发生。伊强调讲，自细汉就学游水，因为平台伤悬，爬袂起来。小编起初的用意是想要表达支持白色力量是一个正确的选择。林祖武出身宜兰，外形水，学历悬，捌被列为不分区立委候选人。3月才接任涉外事务部的主任。IG 的相片，还有放伊去美国参加美国前总统川普的造势活动，是党内重点的栽培对象。这摆伫碧潭落落水，互人送去病院，无论什么原因，这个林祖武又搁引起大家关心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